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我上爱食这档的碗粿，过年拢有我爱食的鱼啊。不过这款滋味，却去互歹心恶毒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系啊，食过这档碗粿的人，面色拢怪怪。这肉丸看起来特别 Q， 应该有掺什么奇怪的物件。阮当是鸟车头家，只要发大发财的口号，大家就手要爱呀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，野目的湿地，好片的芳气，抓住的滋味，生意食水甜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